眷顾你的儿女，你必将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将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第48天的共读。今天要请嘉瑜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昨天的地震中一切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感谢你，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天的开始。谢谢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摆上，求神赐给我们有专注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能明白神的话，让我们灵里能够得到饱足，让听的说的都同蒙神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15章看见大卫的第3个儿子，也可能是以色列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由恨转为狂傲，那也预谋计划要来夺取大卫的宝座。那心有芥蒂的大卫只能够选择逃离。那他虽然是逃离耶路撒冷，但是也看见在一路上仍有忠心的朋友来帮助他，或是跟随他，甚至是外邦人，是祭司，是大卫的好朋友。大卫也知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出于上主，那他也把一切的生死都交托给主。那面对不忠背叛的部属，那亚希多弗这也是大卫的好友，那他有写在诗篇第55篇，那也有好多首的诗篇来记载大卫在逃避押沙龙时候的时期的作品，从诗篇3、4、5、6都可能是在这个押沙龙背叛的时期大卫所写的诗。我们从大卫的年谱来看，大卫在30岁做王，31岁生了暗嫩，33岁生了押沙龙，37岁半他做了以色列的王。那到了45岁的时候呢，他恩待了米非波设，那当时就是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当时是20岁啊。那在48岁左右，他犯罪杀了乌利亚，娶了拔示巴。那在50岁的时候呢，又再生了所罗门。那51岁呢，暗嫩就强暴了这个押沙龙的妹妹他玛。53岁呢，押沙龙就计划复仇来杀暗嫩。那又逃了3年，大卫56岁的时候呢，押沙龙回来耶路撒冷，但是没有见面。又过了2年，大卫接见押沙龙但是呢，现在又过了4年，就是62岁，押沙龙叛变，当时押沙龙大约是29岁。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年纪越大，那他所要面对的心力愁烦的事情呢，本来可以避免的，但是因为大卫他犯罪，以至于他的人生爬到最高峰，还可以再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呢，却开始陷入愁云惨雾。接着我们要请嘉瑜小组长来带领我们来读16章的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大卫刚过了山顶，忽然看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牵着2头驴，驴背上驮着200个饼、100串葡萄干、100挂夏天的水果和1皮带酒来迎接他。大卫王问他：你带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呢？洗巴说：驴是给陛下的家人骑的，
饼和夏天的水果是给随从的人吃的，酒是给他们在旷野累的时候喝的。王问他：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在哪里？洗巴说：他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想，现在以色列人会重新把他祖父扫罗的王国归还给他。王对洗巴说：属于米非波设的一切财产，现在都归你了。洗巴回答：我是王的奴仆，愿永远蒙陛下垂顾。那在撒母耳记下第9章，就是大卫刚刚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之后，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那他后来找到了一位洗巴，就是今天这位洗巴。洗巴是约拿单的仆人，那他照顾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在逃亡的时候双腿瘸了，所以洗巴一直在照顾他。那洗巴自己有15个儿子，还有20个仆人，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一般的普通的奴隶或仆人哦，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或是有权势的管家或仆人。那洗巴的名字是雕像，是雕像。那在这里呢，大卫在他离开耶路撒冷之后，那洗巴也在这时候又再次出现。刚刚过了山顶了，这个山顶呢，应该就是橄榄山，就是从大卫上赤脚蒙头走上橄榄山，在那边哭泣祷告。那跟随的人也跟着哭泣，那也跟着哀哭。但是这时候呢，洗巴又出现，而且洗巴是有备而来，他带着水果，那还有带着饼，还有带着面饼，还有带着葡萄饼，夏天的果饼，还有带着酒来迎接。好，那里面呢是有这些，它都有分类分好，是给王的家眷，是给跟随大卫的年轻人，应该就是指大卫的孩子，包括所罗门在内。还有酒呢，是给这些走在旷野当中疲乏的人啊。所以这些都是洗巴他主动，他并没有因为大卫在逃难就对他落井下石。因为16章要让我们看到就是两组对照，一个是来支援大卫的，一个是来嘲笑大卫的。那但是呢，大卫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的你主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在哪里呢？那洗巴说他还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心想现在呢大卫离开了押沙龙起来做王了。昨天最后一节讲到押沙龙也回来，也进入到耶路撒冷了，等于他在希伯伦做王。现在呢带着这个做王的气势呢，要进入耶路撒冷，要来掌管全以色列。而洗巴对大卫说：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心想他现在可以重新拿回他阿公扫罗的王国。所以这个讯息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那我们要看到第19章。19章大卫回来的时候，去问米非波设。因为米非波设我们前面有提，在第9章的时候，大卫呢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让他可以天天在他的面前跟他一起吃饭。所以大卫的孩子都跟去，但是米非波设没有去，所以大卫也回来问他。那但是米非波设的答案呢，跟现在洗巴讲的答案呢是不一样的答案。所以这当中两个人有一个人说谎，那是洗巴说谎还是米非波设说谎？其实我们看的圣经呢，看不出来，因为大卫最后的决定是两个人都相信，也可能两个人都不相信。那根据其他圣经其他的资料呢，洗巴就最后再也没有出现，总共在撒母耳记下出现3次啊。但是我们会看一些圣经的注释，圣经的学者会倾向认为洗巴说谎，洗巴说谎。不过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洗巴倒是不一定有说谎。而且我们上次有从历代志上的第8章有看见扫罗的族谱被记载到上面3代下面13代加起来有16代
好，这样这么长，好，其实跟洗巴还有当然跟大卫，但是也跟洗巴的照顾呢，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米非波设后来生了儿子，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米非波设儿子又生了4个儿子，好，那才能够让他的家庭呢延续下去。好，那所以回来16章，大卫离开橄榄山，要继续逃亡到这个约旦河好吉甲旷野的路上呢，有洗巴的帮助，好，至少让他有吃有喝，好，那有小孩需要照顾，好，这些的食物好都有。那所以大卫当下就说，属于米非波设的一切财产，现在都归你了。所以到底这是洗巴的目的，还是大卫出于他自己？好，因为我们从圣经当中没有办法得到明确的答案。好，那所以两种都有可能。那所以洗巴呢，好，那他说他是王的奴仆，愿永远蒙陛下垂顾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洗巴呢，好，他又蒙上祝福啊。好，前面有提过他洗巴有15个儿子，还有20个仆人，好，加上他自己36个人啊，全心全意在照顾米非波设。那但是显然呢，洗巴他也没有跟着大卫要逃难。好，那我们接着再请佳瑜来带我们读第5到第8节。大卫王到巴户林的时候，扫罗的一个亲属基拉的儿子示每出来见大卫，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示每不理会大卫是在随从和侍卫的护卫下，对着大卫和他的臣仆扔石头。示每咒骂大卫说：“滚！你这杀人的凶手，滚开！你抢了扫罗的王国。现在上主要因你杀掠扫罗的家族惩罚你。上主已经把这王国给你的儿子押沙龙了。你这凶手，你遭殃了。”那当大卫开始要逃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押沙龙。好，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个背景，因为押沙龙花了4年的时间，成功的收买人心。好，那所以人心思变，那现在都在押沙龙的身上，而且押沙龙又比60几岁的大卫长得英俊潇洒，好，然后这个头发又黑又浓密又重。所以大家都看好押沙龙。好，所以到了巴户林呢，巴户林的意思是指低地，好，那应该就是他要往这个约旦河的旷野去的时候呢，到了一个低地。好，那这里有个人叫做示每，示每好，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著名的，好，有名的，出名的。好，那这个出名呢，他却看见大卫呢，就跟着他走。好，因为大卫毕竟有几百个人啊，光非利士加特出来跟随大卫的，一起撤退的就有600人了。好，所以这个队伍也相当的长哦。那所以这个示每也虽然不敢下手，但是他就咒骂。好，那从这经文当中，好，等一下后面会看到他们其实是平行的走，可能在不同这边的山路跟这边的山路。那咒每呢就丢石头又咒骂，说大卫是好流人血，而且呢杀了扫罗的全家，接续他做王。所以示每呢就咒诅这些罪呢要归在大卫的身上。神已经把这国家给押沙龙，你是咎由自取，是流人血的人哦。好，那示每这样做的目的呢，好，因为他这里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便雅悯人。好，那等一下会看到，那所以示每是便雅悯人，他就是扫罗的宗亲呢，扫罗的亲族，所以扫罗的家族好中道衰落。本来扫罗便雅悯人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现在呢跑到了犹大支派。好，所以示每可能来自于这个政治宗亲好各样的因素呢，好就是来嘲笑嘲讽这个大卫。不过我们会看到这个示每的结局呢，下场呢，好，会到列王纪上，所罗门当王的时候呢，示每还会再出现了。好，那再请这个佳瑜带我们来读第9节到14节。第9节，亚比筛他的母亲是喜路亚，对王说：“陛下，为什么让这条死狗咒骂你呢？我过去把他的头砍下来。”
王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这不关你们的事。如果他咒骂我，是因为上主要他这样做，谁又有权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所有的臣仆说：“我自己的儿子都要杀我，这便雅悯人的行为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是上主要他咒骂的，由他去吧。也许上主会顾念我的苦难，赐福给我，来代替今天的咒骂。”于是大卫跟他的随从继续往前走，示每一路跟着，在山坡上一面走一面咒骂，并且向他们扔石头和泥土。王和所有的随从到达约旦河的时候，都累极了，就在那里休息。那在这个示每的咒骂当中呢，好，那这个撒母耳记再次交代，好，那亚比筛，好，就是大卫姐姐洗路亚的儿子，好，那是3勇士当中的老2，好，老大是约押，好，老3是亚撒黑，好，已经死了，被亚尼尔杀死。那他想要去替大卫来出头啊，好，所以他说让他过去山的那边，好，来杀了这个示每，好，但是呢，大卫的态度是，好，不关他们的事，好，如果是出于上帝，就让他们所做的，让他所说的，好，让上帝来处理。所以这里好流人血，好，撒卫流了谁的血？不仅是流了扫罗的血啊，其实也流了乌利亚的血。所以大卫他自己知道他心中他手中所做的这些的罪恶，所以他也没有立场好去让这个亚比筛好去杀死示每。那大卫又对众臣仆说，好，他亲生的儿子都要他的命了，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好，所以便雅悯人就是示每，他就是为了这个便雅悯人的扫罗呢，好，当然也想要报仇报复，所以大卫说由他咒骂嘛，好，那这是上帝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好，或这个遭难也说或者耶和华见我的眼睛，好，那或是耶和华见我的罪孽，所以这一句呢，到底上帝是看见大卫的困难苦难，顾念他的苦难，还是顾念大卫的眼睛？好，眼睛可能是流泪，或是顾念呢大卫他的罪孽呢？好，那这个都有不同的翻译啊。那诗篇第5篇。就是也是大卫在逃避押沙龙的诗诗集当中，5篇的11、12节，这样说：凡投靠你们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耶和华因你必赐福给义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大卫这时候呢，只有投靠神，那他的喜乐呢，只有从神而来。虽然他被落井下石，他被咒骂，被丢石头，很多人想要替他出气啊，但是大卫知道这个时间点不对。那所以他们继续往前，示每继续跟着，所以这是一段平行的路，一个在山的这边，一个在山的那边，那一边咒骂他们，那这个图呢这么近呢，其实应该亚比筛很快就把他抓起来，那应该是在山的在这个山谷的两边呢，示每大声的咒骂，但是呢，大卫不反对，好，所以就是跟在他的身边，一路让他一路叫嚣。好，那示每刚才讲到列王记上所罗门好的时候才会处理他。列王记上的时候呢，大卫要死之前，好，那他有交代几件事情，好，交代所罗门。第一个就是要处理约押，好，因为约押呢杀了这个押尼尔。第二个呢，好，要处理呢，好，这个处理的就是巴西来的，对不起，要恩待的是巴西来跟巴西来的儿子啊，好，因为这个巴西来呢对大卫有恩。第三个呢要处理的呢就是示每啊，好，因为大卫还记得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大卫没有什么反应，好，大卫就是继续走。但是呢，这件事情让大卫一直记到他快死之前呢，还交代所罗门，好，所以所罗门呢，好就去找到了示每，好，示每怎么死的呢？好，示每就是到了所罗门的面前，好就被所罗门拖出去斩了，好，所以这个是示每后续的补充。好，接着再请嘉瑜组长带我们来读15到19节。押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进入耶路撒冷，亚希多弗也跟他们在一起。大卫忠实的朋友户筛迎见押沙龙，喊着说：“陛下万岁，陛下万岁！”押沙龙问他：“你对你朋友大卫的忠诚哪里去了？你怎么没跟他走呢？”户筛回答：“我怎么能走呢？我是尽忠于那位被上主、人民和所有以色列人拣选的人，所以我要留在这里。再说，我不服侍我主人的儿子，还服侍谁呢？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要照样服侍你。”好，那当押沙龙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好，亚希多弗好就跟在这里。好，那我们昨天有说亚希多弗呢，就是拔示巴的阿公啊，好，所以他本来是大卫的密友、好朋友，一起在圣殿服侍。好，但是这时候呢，却选了这个押沙龙。好，那很有可能是跟拔示巴的事件、乌利亚的事件有关哦。那但是户筛昨天有提到三组来投靠大卫的非利士，还有祭司，那再就是这个户筛呢，好，这个户筛这时候就被留在耶路撒冷，他也跟着来亲近押沙龙，表达忠诚。好，那押沙龙一开始他知道户筛跟大卫是朋友的关系。好，虽然户筛这个人前面都没有出现，但是押沙龙说：“你怎么没有跟他走，跟大卫走？”那户筛的回答很有智慧。那他以没有说谎的方式说：“我要忠于那位被上主、人民和所有以色列拣选的那一位王哦。”所以他没有说谎，但是他让押沙龙听起来以为是在说他自己，所以他就是被上帝拣选的，他就是被人民支持的，他是被所有以色列所承认的，所以他就听着户筛的话很开心。然后户筛又补一句说：“我不服侍我主人的儿子，还服侍谁呢？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要照样服侍你哦。”好，那所以这句话呢，好，真的就让这个押沙龙呢非常的满意。那他就认为户筛就是属于跟亚希多弗一样，都是要来支持他的。但是现在就变成是押沙龙身边两组非常亲信的，一个是年纪较大的亚希多弗，是拔示巴的阿公，一个呢是大卫的好朋友，应该也是比押沙龙年纪大。押沙龙如果29岁，大卫62岁，好，这个户筛好歹也有50-60岁啊。好，那所以但是呢，这个押沙龙呢，好，两边好都需要，好，但是呢，押沙龙最后呢还是年轻，比较没有经验，好，所以明天我们会看到押沙龙，好，就是在经验上面呢吃了很大的亏。好，最后我们最后再请嘉瑜带我们来读20到23节。押沙龙转身对亚希多弗说：“你有什么建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做什么？”亚希多弗说：“你去跟你父亲留在宫殿看守的那些妃嫔睡觉，这样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知道你成了你父亲的仇敌，跟从你的人就会大得鼓励。”于是他们在王宫平顶上搭了一座帐篷给押沙龙。在众目睽睽下，押沙龙走进帐篷，跟他父亲的妃嫔睡觉。在那些日子里，大家认为亚希多弗所出的主意都像是上帝的话。大卫和押沙龙两人都尊重他的意见。好，昨天我们看到15章，就是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能够带的人都带了，却留下10个妃嫔来看守宫殿。那这时候押沙龙对亚希多弗就是请他提供
意见，所以押沙龙呢，虽然他很会复仇，那他也很会设计报复，很有耐心的等待，等2年杀暗嫩，等3年，躲了3年，然后让约押把押沙龙带回来，又花了4年的时间呢，来收买人心了。但是呢，押沙龙其实他也不晓得，他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所以问了亚希多弗，亚希多弗呢，却提供这个意见，就是知道已经他父亲留下这10个宫殿的看守的妃嫔呢，要押沙龙去占为己有。这个睡觉呢，亲近呢，就是把他们占为己有。那这也是在这个历代的这个王被打败了，那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宫女啊、王妃啊，就跟着都要转移啊。所以他的用意呢，就是说，当你把你爸的这10个这些宫殿妃嫔占为己有之后呢，众人就知道，你敢惹你父亲憎恶你，归顺你的人就更坚强。意思就是亚希多弗呢，提供一个非常凶狠，就是要赶尽杀绝，而且呢，他还就是要完全的推翻大卫的威信啊，要用这个强势让押沙龙强势登场。所以押沙龙呢就听信，甚至呢他们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搭了帐篷给押沙龙。虽然这整个事件都是亚希多弗然后呢计划，押沙龙执行，但是呢这一段话呢，让我们这一段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想到了第12章，第11章，就是大卫呢，他也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宫殿的平顶，同样的地方，在那边睡午觉，然后起来散步，然后看人家洗澡，又把人家的老婆叫来，这一连串的事件呢，几乎就在同样的地上发生。然后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那先知拿单也传达上帝的信息。上帝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你身边的人，他要在光天化日下与你的妃嫔同寝，你在暗中所做，上帝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所做。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还这样子就来成就，但这不能说押沙龙无罪啊，毕竟这还是一个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公开的淫乱的行为，所以但是圣经在这边就点到为止。那最后的提到说亚希多弗呢，他曾经给大卫出主意，现在呢给押沙龙出主意，他所出的主意呢就像是上帝的话，所以亚希多弗感觉好像是一位先知先见，那他好像传达上帝的话，让人听了呢，这些事情去做，果然就有果效，所以大卫看中他，所以才会在诗篇55篇写了一句话，说既然是你大卫没有办法接受，但押沙龙呢洋洋得意，现在他爸的好友变成站在他这一边，那他又有户筛也加入他在他这一边，那又前面提到有带了200个从这个他爸那边所带来的人所以押沙龙呢觉得现在一切都顺利，那他听了这些的意见呢，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仆人洗巴第2度的出现，那他的出现的目的呢是要帮助大卫，但有一些解经过头会说洗巴是有目的的出现，是要来借此呢来邀功，所以大卫才会把米非波设的财产全部都判给洗巴，但我觉得这个是太过于强解。那我们也看见示每呢，跟洗巴刚好是一个对照组，一个是出来帮他的，一个是出来数落他的。大卫本来还可以很轻松的就叫亚比筛冲过去把他杀了，但是大卫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他知道这背后都有出于上帝的管教，所以他这件事情呢一直搁着，到他临终快死的时候，从62岁到70岁，8年的当中呢，他并没有去处理这个事媒，而户筛他假装投靠押沙龙，因为他其实已经答应了大卫来了解押沙龙的一举一动。而亚希多弗呢，计划非常的凶狠那不仅是要大卫的妃嫔，也要大卫的命，那他一心一意的，就是希望押沙龙能够起来，来打败大卫的江山那他也可能是一种怀恨在心的一个计划但是押沙龙呢，却也一样因此也犯罪了，所以这些罪呢，不会因为说上帝会发生那这些罪就可以被判为无罪那他还是会进入错误的关系，就会进入到灾难和咒诅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祈祷，因为我们都是非常的软弱，在各样的关系上面我们需要有上帝来的智慧，也需要有上帝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教导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肢体都能够有合宜的关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被反对、被逼迫或是被落井下石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聆听上帝你的心，应当如何来兼顾与神之间的关系。主要也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犯罪他上帝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但是当一个人回转归向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上帝要向他来施慈爱，直到1000代。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堵住破口，让我们要谨慎言行不容一切的罪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玷污，来没有使神得荣耀愿上主你的话再一次从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祈祷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嘉瑜，谢谢大家，大家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大家平安。晚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